好啊！我哋人開第一線，又同大家見面啦。如果大家有想知嘅資訊，或者想點嘅歌俾朋友，歡迎大家留言或者打電話俾我哋啊！中心嘅電話咧就係24735113，等緊大家揾我哋噶啦。大家有冇見到中心門口有咩唔同咗咧？有啦，靚咗好多咯。有咩唔同？我啊見到好多個樹同埋樹窿，唔知係乜嘢嚟喎。咁我就知道啦，中心咧咁上好。中心同保良局、曹貴子、動感青年天地合作，老友記同埋青少年咧一齊咧就構思咗同埋設計咗美化中心。今次嘅主題就係關注精神健康嘅會員咧就可以向中心當值嘅義工咧就攞張鼓勵卡喎。上面咧就寫上正面嘅句子或者係心聲，以鼓勵社區人士啦，傳遞正能量。但係如果你有心事，但係又唔想話俾人聽嘅話咧，就可以向中心嘅當值義工領取心事卡。喺卡上面寫下你嘅心事之後咧，就可以將卡就放入解憂嗰個小樹窿入邊，釋放壓力。老友記記住係有兩款嘅卡嘅喎，一款就叫做鼓勵卡，另一款就叫做心事卡。但係大家記得寫心事嘅時候咧，唔好寫自己個名啊！如果覺得唔開心，想揾人傾下咧，可以嚟中心揾當值嘅社工同你傾下。係啊，真係有好多心事啊！你同我傾啦，同我傾都得嘅喎。唔係，我哋揾當值社工傾，呢啲係自己嘅隱私嚟嘅。咁有啲真係嘅，有啲尤其是係男士嘅就係擺個心度唔同人哋講嘅，但係咧佢又唔想俾人知咁多。咁其實呢一個心事卡我諗都有少少幫助嘅應該。2025年又過咗差唔多一半咯喎，真係快，係真係。喂，最近你哋有冇留意中心大堂貼咗張醒獅隊招生嘅單張咧？睇到，我知你哋3個啊，都係醒獅隊成員嚟㗎啦。係啊，每逢星期5都見俾你哋好努力咁嚟練習喎。係㗎，我哋嘅隊員咧，除咗咧為咗表演宣傳傳統文化之外咧，我哋大家感情都非常之好㗎喎。冇錯冇錯，我覺得係義氣仔女嚟㗎。我咧就係最後一個，即係喺呢一期最後一個加入醒獅隊嘅。本身咧就諗住學打鼓啦，咁樣咧就係諗下都幾好玩喎。入咗醒獅隊之後咧，因為我咧就初哥啊嘛，乜嘢都未學過，即係打鼓啦、查啦、舞獅頭啦，我係全部唔認識嘅。咁我諗住咧要好多時間去適應。但係醒獅隊咧就好似一個大家庭咁喎，我好快就同大家玩埋一堆啦。係啊，玩得都好開心㗎，我哋其實中心醒獅隊咧已經成立咗4年㗎啦。喺呢段時期咧，我哋經歷咗大大小小嘅困難喎。曾經因為人數唔夠，醒獅隊就幾乎要取消添啊。係啊，當時其實都幾擔心冇得再玩嘅。冇錯嘅，當時咧好在都有幾位成員咧堅持落去，仲有中心嘅支持，繼續開班咯，令到我哋醒獅隊都可以繼續玩落去咯。希望有多啲新力軍加入咧。哇！咁樣即係話喺嗰段時間，你哋救人都幾難嘅，全靠你都加入嚟。但係好在咧，就有你哋班救人啦，同埋咧中心嗰啲職員啦嘅堅持，咁樣咧醒獅隊咧先可以繼續開班，我先至可以成為醒獅隊嘅成員之一嘅。係啊，全靠你啊！我哋舞獅頭先至要揾你嘅新力軍啊！因為我後生咯。係啊！聽到你哋咁講啊，覺得你哋嘅成員之間嘅感情啊，好好喎，真係一個大家庭。醒獅隊係需要好多成員㗎，所
所以我哋希望有新嘅成員加入，希望有多啲成員可以一齊努力，一齊表演。多細眾咧，條絲都威猛好多㗎喎，係嘛？梗係啦，出嚟表演，哇兩旁都係隊員喎，跟住有隻獅喺中間，你睇我哋打完咧，即係醒獅隊嗰度咧，付出過程係好辛苦，但係咧都可以係屬於一種挑戰我自己嘅，因為咧其實咧，你知唔知一個獅頭嘅大家知唔知有幾長？大概咧。你知，你梗係知啦！你醒獅隊嘅成員，應該問下我冇過，係啊，問我係啦。你知唔知大概有幾重啊？一個獅頭嘅重量重啊！我拎唔起，你拎得到，拎唔起，拎就拎得起，托上就攞唔起。係啦，即係等於大概一包5公斤嘅米，即係你平時買餸咧。你哋都會抽到5公斤嘅，但係抽就冇問題，但係舉起佢喺度喐咧都有少少難度嘅。其實我起個獅頭嗰陣時咧都會左搖右擺，因為唔夠力。咁樣咧好多得咧就大師兄就教我啦，就用咩咧？用水樽，斟咗啲水咧，個水樽度咧有1.25公升嘅，咁樣咧就喺度舉，日咧就喺度得閒就要舉啦，由10下。20下、30下咁樣舉咧，咁我最後咧攞到即係舉起個獅頭嗰陣時咧，就冇左搖右擺，就可以控制自如，最後就可以喺今年嗰個團年飯咧就可以表演咗醒獅咧，算係圓滿啦，表演圓滿嘅。都仲有個左年，我哋咪去過中心嗰度，去啲長者中心嗰度俾佢哋睇嘅，都要讚下子維。足冇咗1個鐘頭，有啲老人家咧，即係見到有啲醒獅嚟表演咧，佢哋都開心嘅。因為如果佢哋咧又出唔到街，咁但係我哋又可以俾到啲娛樂佢哋，咁佢哋都會開心嘅。而且識到一班兄弟姊妹添。係啊，哇！聽到你哋咁分享啊，令到我更加認識中心嘅醒獅隊。如果有興趣啊，大家不妨嚟到中心報名。加入醒獅隊體驗一下啦，同埋支持下我哋啊！係啦，快啲嚟啦！好啦，咁咧舞完獅咧，舞完一身汗啦，咁啊輪到長者消暑咯喎，咁就嚟天氣都開始熱咯喎，咁啊天文台咧又發出咗咧好酷熱嘅天氣警告，日日嘅氣温咧平均都有30幾度，真係坐喺度都成身濕晒，出晒汗，係咯。咁嘅天氣咧，真係好容易咧，就令到人咧中暑嘅。大家唔好睇小呢個中暑啊，分分鐘啊會令到我哋會死㗎。咁啊，不如等我講下有咩降溫散熱嘅消暑方法啦。都好，聽下先。首先咧，我哋要飲多啲水喎，保持充足嘅水分，對身體散熱係非常重要㗎。仲有唔好食得太飽，食得太快。因為身體消化食物嘅時候咧，會產生更多嘅熱能嘅，而導致體温散熱上升啦。好似講緊我喎，就食得太飽就食得太快，你係咁咩？都有時都係嘅，趕時間時咁咯。喺食嘢咧，其實夏天咧，我哋都可以選擇啲咧瓜瓜菜菜咧，含有大量水分嘅。嗱，好似西瓜啦、冬瓜啦、青瓜啦，都好啱我哋消暑解熱㗎，知唔知啊？講完食就講翻啲另外一樣啦，就係着啦。我哋咧就可以着一啲淺色嘅衣物啦，選擇一啲比較透氣啦、舒適嘅材料啦，即係衣服嗰啲材料啦，令到我哋喺炎熱嘅天氣之中咧都會舒服一啲㗎。最後啊，你嚟中心參加活動啊，仲有免費冷氣嘆添啊！係啊，唔使開自己屋企嘅冷氣啊！又嚟到係點歌環節啦！喺呢個特別嘅時刻，分享我哋喜愛嘅歌曲，分享彼此喜愛同埋情感，讓我哋透過歌曲連結同埋傳遞心意。喺今個月點歌啊，下個月就播出㗎啦。咁我哋而家咧又聽聽阿春蓉點嘅歌先啦。5月初咧，我參加過一個咧探訪嘅活動喎。
探訪咗一戶失明嘅人士嘅夫婦，即係睇唔到嘢。佢哋嘅積極樂觀嘅態度，深深感動咗我。佢哋今生結為夫婦，永生互相鼓勵、互相關懷，真係令我好佩服。現在點一首費玉清唱嘅《小幸運》，祝佢哋快樂健康。我聽見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聽見遠方下課鐘聲響起，可是我沒有聽見你的聲音，認真呼喚我姓名。愛上你的時候還不懂感情，離別了才覺得刻骨銘心，為什麼沒有發現遇見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許當時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當然的忘記，是誰風裏雨裏一直默默守護在原地。原來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運，原來我們和愛情曾經靠得那麼近，那為我對抗世界的決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塵不染的真心。與你相遇好幸運，可我已失去為你淚流滿面的權利，但願在我看不到的天際，你張開了雙翼，遇見你的注定，他會有多幸運。跟住咧，陳偉雄咧就點唱張國榮有誰共鳴，送俾老友記朱玉明同埋陳瑞昌收聽啦。祝佢哋6月份第3個星期日父親節快樂同埋身體健康。風急風也清，告知變幻是無定，未明時我苦笑卻未停，不信命，自信雙手去撫平，矛盾是無力去暫停。可會知我心裏困倦滿腔，夜難靜，問有誰共鳴？
真不冷靜，愛自由或會忘形，明白是得失總有定，虛或流輕鬆對應。孤單中戰鬥，我知我實在難受。問誰願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後，心裏之中我擁有，前去亦全力去尋求。風也清，晚空中我問句星，夜闌靜，問有誰共鳴？係你榮休嘅大日子，希望你順順利利地唱一首《萬水千山總是情》俾你聽。但願我哋嘅友誼，就算經歷過萬水千山一樣，萬古長青。祝你同張飛、阿 B 身體健康。另外送俾仁愛堂全部嘅職員、會員、老友記收聽。祝大家平安常樂啊！莫說青山多障礙，風也急，風也勁，白雲過山峰，也可傳情。6月之星呢，仲有我隔離呢一位燕梅喎，我祝佢身體健康，工作無憂無慮，開開心心每一天。依家點一首葉倩文唱嘅《祝福》，送俾佢一家平平安安、幸福美滿。徘徊叢林迎着雨，染濕風中的發端，低訴細雨路遙若困倦，靜靠彎彎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隨路轉，偶遇山中轉水，一片遠遠漸黃落葉，蕩向清溪之中早飄遠。
叢林迎着雨，染濕風中的發端。低訴細雨路遙若困倦，靜靠彎彎小早已清泉。悠悠流傳隨路轉，偶於山中轉數圈。一片遠遠漸望落葉，蕩向清溪之中早飄遠。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斷，輕輕的飄，尋覓無邊路遠。這那鳥語，路上細天溫暖，拜託清風，奉上衷心，祝福千串。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斷，輕輕的飄，尋覓無邊路遠。這那鳥語，路上細天溫暖，叮囑清風，奉上衷心，祝福千串。拜託清風，奉上衷心，祝福千串。我呢送上夏韶聲唱嘅《空凳》，紀念我嘅父親，更祝所有嘅父親喺父親節快樂。一張雕空了無人坐的燈，仍令我再不甘地行近。曾在遠遠的以前，這燈子裏父親仿似巨人。輕撫給腰背磨殘了的燈，無奈燈裏只有遺憾。在遠遠的以前，燈子很美，父親很少皺紋。獨望着空燈，願我能再度和他促膝而坐。獨望着空燈，心難過。為何上當的從前不說清楚？曾懶說半句我愛他，懶說半句我愛他，該我說我最是要緊。今天發覺最愛他，呼叫永遠也愛他，聽我叫下只得一張空凳。獨望着空燈，願我能再度和他促膝而坐。獨望着空燈，心難過。為何上當的從前不說清楚？我最是要緊，今天發覺最愛他，呼叫永遠也愛他，聽我叫下只得一張空愛。懶說我愛他，懶說半句我愛他，該我說我最是要緊，今天發覺最愛他，永遠也愛他，聽我叫下，只得一張空凳。我哋每個月嘅月初就會有新嘅一集㗎啦，會放喺 YouTube 同埋中心嘅網站㗎，咁大家記得準時收聽啦。我哋下個月見啦，祝父親節快樂！